每个世界老火叠天，巴啦啦巴巴。我讲把头讲养爱初上，给头讲我给发，有地做本意准做小法，走吧就走吧，就不是来老爱做怕。有钱用慢给路，来一步用钱爱行难去，用坏又可以摆，就用嘅所在行行要停停，相愛唔怪個意，嘅營養沙聽愛聽嘿，故所就本起家，咿呀呀都帶的夢都。怎麼改嘅功課嘅法，一群龍一個思念一樣無窮變態，留白嘅夢，本意行個，就從黑老來個，嗚哈。也有人也有人呀，直到是夜风慢慢流的影都快樂嘅快意嘅了掉嘅就本嘅離開愛嘅世界，想我嘅的，我用嘅的，嘅公路嘅愛意嘅你深度，留白嘅一切就不光帶走，未來的生活。And never say love again。这一题，你整数带分数的乘法，你光是整数换算分数就换算错了。还有这你最擅长的三角形内角和的题目也算错。两题一样冇写，冇看到的。估数唔上课，数学唔赚钱的。算了。先拿数放在中央下好。莫讲差数管奥斯卡的事情，奥斯卡的事情爱来管。小凯电视上讲的，很正经的嘛。莫按呢，奥斯卡，共发，怎么敢不共发？怎么敢奇怪？要正常你千万困难。奥斯卡，唔通爱你唔讲发祈求。我现在是用男人跟男人的态度在跟你说话。我爱弟，迄度都冇问题，就爱试家去想办法解决。做唔得永久，做上爱你天数。亚洲的现实，无应该其他的，就冇其他的。但请唔试家，当做在救唔试家。多喝点牛奶啊。我是大家的新导师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待会每位同学轮流上台，个人有1分钟自我介绍的时间。大家好，我名字叫傅子敬，绰号叫傅子。然后呢，你们也可以叫我拯救世界的特务英雄 Miss Fu。Miss 是女的，笨蛋，你是女的。Mr 啦 ，Mr 傅啦。大家好，我叫吕凯静，大家都叫我小凯。
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跑步，因为跑步可以让我又瘦又健康。假日我最喜欢听音乐、看书，还有弹钢琴。谢谢小凯同学。杨丽同学，你行的，加油哦！绑架案的犯人其实是奥斯卡。我爱弟，但请唔去甲当做在救唔去甲。没关系啊，杨丽同学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谢谢你，请回座吧。老师好。哎，小凯。哦，奥斯卡，今晚你带好朋友去哈？是我说要陪奥斯卡的，我想要跟他聊天，还有画画，不然每次都只有他一个人，太孤单了。哎，不过不是去流浪哈？妈妈说这礼拜不用上通告，所以不用赶时间。上通告啊？哇，小凯，你真给黑小明星的呢。老师，你不要笑我啦。好啦，你真紧早点留下来陪奥斯卡。对啊，奥斯卡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我想赶快让他说话。嗯。老师，奥斯卡他到底怎么啦？我听我妈妈说他要去看医生，医生怎么说啊？奥斯卡要什么时候才能再开口说话？医生讲做唔得丢紧，除非我记去甲宪讲，还我留记新拄的烦恼解决，也着鼓唱做爱 MP 奥斯卡强化面对，我会听听的来。要慢慢来哦。嗯。好，那我会帮他的。奥斯卡，你在画什么？要我帮你吗？你画的好快，好厉害哟！你好棒哦！廖伟，发生什么事啊？他刚刚画图画到一半，就突然大叫了。奥斯卡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唔怕唔怕，老姑姑讲。嘿哦，还没给局长停下来。差不多4分钟边呢。家下长老奥斯卡按答好，不过佢看起来还是请紧张。还没有人去名奥斯卡一头呢，怎么样呢？苗条呢？唔对呢。家迄小凯老奥斯卡。强化画图，但无注意呢。等下我先带佢去示范，顺势行行啊张转。好。就安尼啊 ，OK。拜。哎，嘿啊！
错，你给条做出来吃饭。坐下来看下车啊。Oscar，唔怕唔怕，吹下就好。奥斯卡有较好吗？各位先生，有想爱太妈嘅八卦係？真心关心机好无？哦，那死边都按有爱心啊。小姐啊，古仔咩遐人啊？韩国唔要做事，系咩唔想起奥斯卡好无？皮枪喺性嘅，根本唔要因为本现代公众人物。爱弟，你迄狗仔狗不囧辛苦了。唔见你爱的辛苦，就乖乖留相片删体嘛。我讲咩爱？冇爱。其实，让迄个人听听话，迄本你深深吸引，再来将家出现到你的身边啊。安尼哦，你也种调情招数哦。你懂人腔下呢？我老假条细妹无强用。姑嫂咧，唔听得爱，系唔系因为要爱调查调戏 Oscar？计数诶，你还每天中奖，没有奥斯卡讲你，黑吕正雄老小凯，古松永行，奥斯卡相片没传出来。真嘅啊？嗯。你干偏爱，你就底细害羞记啊，你安静，人家有传条骗你啊。黑梦，爱厨师嘛？爱唔勤快，上司唔识，爽唔错，坏病人。爱厨师，爱一片永孝整秀记，也就翻身唔报，钱抽唔捞，没把不到。爸爸转来，读好复试番呢。来这拿来。呀嘿，爸爸送给礼物。这真的要送给我？哎呀，很奖哦，谢谢爸爸。呀东西哦，我一看到我就感觉到懂适合你，所以呀就买来送你。他有了跟过啦。妈妈，你看可不可爱？可爱啊！好了，拿下来。就本给带点好了。爱吃饭呢，迄总学做也考到就打爽诶，还迄拿下来啦。我输起来。按遗憾，你唔会想到爱买礼物给我诶，不过汉拜就唔是麻烦。你又唔会麻烦，佢咩係妹啊？
生的意思是，奥斯卡唔讲话，可能是一种新生症，喺心理受到触及，稍来影响到生理。先来欣赏动物剧。伫好到有发生乜嘅本无欢喜嘅事情吗？唔系身体无畅快，还是考试无考好，心情唔好。祖母妹，甲唔老来讲，怎么喺伫姑姑面头前敬险？伫美术教室有发生乜嘅事情吗？是小凯欺负你，还是打你？哎！奥斯卡！各位同学，要算这个多边形的内角总和呢，首先你要先把图画出来。画出来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用这个量角器来量它的内角总和，再加总起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今本日上课好教吗？会听吗？不会听啊，而且新来的老师上课很有趣，他功课出超少的，我很开心耶。刚好啊，下周你去超市往较久掉的。过今日是亲子旅游日，妈妈有动多东西爱准备，爱用天数哦。好啊。加素食呢？爱吃哪种啊？尾鱼还有鲑鱼，啊，还有那个豆皮寿司哦。哦，爱煮粥。妈妈看唔诶，我爱吃买个是吃较好。好，爱去炒。妈妈，爱偷好诶，少不了反酸。反酸？你用会拿反酸啊？爱好啊。脏唔黑，然后撕得黑另个啊。妈妈，唔讲啊。反酸不用转去，妈妈老人偷好撕得另个。妈妈，唔讲会炒，反另个。再聊吗？好。轻微哦。维尼，你有冇抢送茶？下茶公没做得啊？你用多一点啲啊？俺们小珍呢？你需要做嘛干啊？我去户政事务所。唔去。请早地方讲啦，俺唔想地府卡老唔讲离婚的事情，俺冇希望奥斯卡糖豆。冇乜介好讲诶，签诗。离婚协议书俺查睇咧，俺唔想离婚。我不想跟一个有潜在暴力倾向的男人在一起。
那天是特殊的状况，不能代表一切。那种事有一就有二。本来忌讳，本来实验证明还冇我安尼做的，还真经唔系安尼的呢。再搁讲，唔系尔语言暴力，还要唔系案件。要输了，唔系怪爱哦。迄就事论事，希望会有强势。要种事情唔系单方面的问题，而且希望喊摆，冇搁安尼手去对方。要输了，嘿唔当哎，唔嘿爱当哎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你竟然可以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，哈叉！会忙讲体，无乜介好讲诶，哈叉！哎，师母怎么来了？是来找老师吗？对啊，我顺便带了一些好吃的来给你们，大家辛苦喽。谢谢师母。唔对，两三唔去去买东西嘛，用过来了。买好了呀，妈妈来找你拿一些加油的参考资料，顺便邀大哥哥大姐姐一起去玩。哦，爱你哦。哎，那你们赶快确定下来哈。那如果要去的话，要尽快，不要耽误师母的时间。哦，野餐呢？你想请神期，妹妹做得起冇？当然做得啊，还 UV 的，分眼报名。刚才等一下 check 那个 schedule， 希望冇让野餐撞期。我说你们呐、出去玩那一天，如果师母需要帮忙的话，那你们尽量帮她，好不好？也可以把它送给礼物。这真的要送给我？对呀。我们一定会帮忙的啊，老师你真的很爱担心哎。好了，哎，那你们继续了。那个客户跟我进来，找点资料给师母。俺先去下片手，娘是够去。俺妹去片手。妞啊，不要跟我抢爸爸。你干嘛给啊？我妈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我都知道，所以不要跟我抢爸爸。林林生，来吃饭啊？不过冇闲呢，俺们要下班呢。冇相关，但请你路过，其实冇按妒忌啦。哦，安尼啊。刚来先转。先生，希望先去其他地方坐一下。也是。奥斯卡，来，请老师。
免我爱到转去的。细个出世宝的，也系重的。笨蛋吼，我拿来做小鸭。唔怕，看我杀，俺没忙事。加手什么？田先生，嗯，你系咪系真件清好事挨到吃住床点要出啊？希望唔按叫，你要唔要按接来啊？反正你吃到懂后事啊。唔系吃到系，嗯，挨咪系，挨啲摆事做爱到诶。可能迄眼头讲用煮的菜，当用家乡的米丝，就像阿妹煮的菜用诶。也唔知妈个迄阿妹米丝，伊就当做手离婚的，还对佢冇乜嘅影响。来，是夹料诶，你看按超又按无精神，嘛不甲伊心用做的啊？假设。还有，吃饭的时间莫想事情，会消化不了。也没听错，没把念念，佢听错，也请希望做得安尼照顾唔到太。做阿妹，做会安尼。你老奶公母爱，你有看过你的妈妈吗？你记得她样子吗？来兄妹，是啦。小凯，准备好吗？小凯，跳哦，出发了。好诶，我去。时间很重，好长哎。好啦，你迄阵批，等下放啥？各位家长、各位小朋友，跟上喽，出发喽！小凯，我你出来了，那天素颜染了两天嘛。啊，我觉得跟我的衣服很配。两天啦，拿来，妈妈来我们报关。不用啦，我会自己小心。妈妈，你不用替我担心啦。副长，跟曹兵我来讲哦，佮曹兵是特殊的迄那只同学啊。哦，拄到迄头前叫做踢掉那毛的啊，叫人都阴阴。不过，记得嘛？嘿嘿嘿，哦，
家母看还有抢司机呢。哦。还有旁边嗰只小猫嘢啊。家母看四 A 才还没动过金呢。还有吗？还有汉卡利会同好吗？哦，当然有啊，对个千头钱嘅两只。哦，叫人到阿怪落薯条。金两只啊，大摆暑假出鬼了呢。错了，你上班我来讲哦，你两只同我人亲好，错嘛？错。你记得阿爸去做乜嘅条路呀？奥斯卡夹爸係做醫生的哦。醫生哦？係啊。哦。還開間醫院呢。小開夾爸係開補習班呢。補習班。動有名嘅間哦。哦。錯了，頭邊阿爸人講嘅事情，你記得嗎？當然記得啦。哦，啊，你就錯了啦，好，錯了，真同意啦。好。阿爸，拍攝。小凱媽媽。東西當沖啦吼，然後你聽哪啦？哦，唔會啊，唔會沖啦。哎呦，你按照公來夫子，我爽爽講講咩？來，聽出啦。好啦，阿子姐啊。唔會。謝你啊。應該。我排泄哦，排泄。奧斯卡媽媽，東西拿定哦，南航路啦，那個天數啊。哦，安子姐。哎呦，唔會啊，你按照公來夫子咩？好，我講起話嘅。听我痛快哎，我是怎么？Hello， 妹妹，有没有睡好啊？唔該，醫生叔叔來誒，原來冇痛快哈，出老叔叔講。对呀，还有没有想要吐啊？很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啊？就是这个医生叔叔。因為咩？你就係醫生叔叔啊？不是他，我的医生叔叔有头发，帅帅的。丁玲，冇禮貌。醫生，不好意思哦，小孩子亂說話，你不要跟他見怪。没关系啦，小孩子真实啊，看他的精神恢复状况还不错哦。我们晚一点呢，还会再过来帮他检查。謝謝醫生。妈妈，医生叔叔呢？醫生叔叔，你有得寫好嗎？聽聽咧，有咩要啊？大約300-400公尺。叫咩？我們主要看到的是。Winnie，行得嘛？走的啊。就係看慢聽聽。我真的不曉得要走這麼長的路哎。排泄啦，我唔記得老公講還有一段路。冇問題啦，我走的。排泄啦，我唔記得老公講還有一段路。冇問題啦。我做的，安尼難行啦，還係彎鞋啦。我冇帶鞋誒，唔是啊，我做的咧。唔怕，我有帶，也係我有別嘅鞋。你先彎啦。唔是麻煩啦。來啦，一雙鞋哦，當好行呢。你彎下來啦。謝你。安子歲啊。做得嘛？做得。Tina，你刚扣说谁找我？病人家長。
杨先生，排泄告场唔做事，俺问下天发好嘛？哭受伤麻烦服侍。没事啊。丁玲怎么样？感觉好一点吗？医生叔叔，我跟你说，我很勇敢，我打针都没有哭哦。哇，很棒哎！吃药我也都一口喝完哦。哦，这么乖哦，那你的病一定很快就好了哦。其实我现在就好了，所以可以回家了吗？可是你点滴还没打完呢，你得乖乖躺着把它打完哦。我不喜欢躺着。为什么？不舒服啊？这里到处都有纱布吸血鬼走来走去，好恐怖啊！哦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们是病人，他们不是鬼。你看。我不要，我不敢。好吧，那你就乖乖睡一觉，醒来就可以回家了。按着说，杨先生，唔喊无喊，还麻烦。我今年无款证，请去做例行的 paperwork。我等一下做体，转过来款去。错了，刚刚哪一天发？有事情就大本来。按着说。如果要讲到建材这个东西哦，一定不能忘记提到我们台湾的快木 Hinoki 啦。怎么说呢？其实我们的台湾啊，以前比较高级的建材啊，不管是从天花板啊到地板啊，都是用台湾的快木来做的。它是属于高海拔的地方，比较深山的地方，采集不易啦。然后它比较珍贵又比较稀少，所以啊，其实我们台湾啊，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禁止开发了。你是说我爸很厉害吗？啊，讲其他的啦。哎，不是啦，那个排飞啊。哎，其实我们导览员讲的非常好，也非常专业。当然，再麻烦你带我们继续走，好不好？这位爸爸，你太客气了，讲得很好啊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父子爸爸，你好。你好你好。我係蘇州爸爸啦。係啲啊？家庭講做建築狀況當多年了吼。我對啊有啲興趣啦，想要了解一下呢。哦，你設計部係想去狀況嘅？有啲考慮呢。你想揾乜嘅風格嘛？有啊有啊，很多相當多問題啊。小凱，小凱，你有嘢？冇啊，冇事。蘇聯嘅冇刮到嗬？冇。我喺大廳咩所得啊？我喺悉尼哦。愛啲。肚幾忙？有一點。會到誒，等一下到野餐區就做啲煮誒。去邊下之後啦。哦。哎，甲蟲哎，你们过来看，有甲虫！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看到？我说有就有了，他非要说你去了。兄弟们，武器拿着。所以你好搞了啊！天意啊！出发！媽媽，我做得起冇？做唔得，個路跳跳會跌倒，危險啊！小凱媽媽。就本小凱戲咩？聲呢哦，唔會只有體驗呐，好教聽呐，本期啦，吼。好啦，媽媽。好啦好啦，趕快先你哈。謝謝媽媽。哎呦，按你就錯嘅啦，聲你按你這哦，特別恐天嘛，哈。係啦係啦。你沒上戲哦。這樣好了。我們把自己準備的東西拿過來交換，這樣等下小朋友都吃得到啊！哦，太搞雷崩啦，一起來交換啦！好。對。來，客家豬腳，客家豬腳啦！好，來，一起吃。哎呦，父子爸爸，沒想到你阿叔你很好哦。哎呦，冇啦，哪一場難妹，你有沒有住那個村哦？我太太幫我一起做的啦。哎呀，排飛啊！原來如此。維尼的蘇西也做得很好啊。確實是有花一點時間研究。所以我們等一下小朋友回來一定要跟他們說，全部都要吃光光哦，才不會辜負爸爸媽媽的用心。
吃这个好不好？要。那你多吃青菜，感冒才会比较快好。妈，我手好痛，家里痛痛，我想抱抱。丽丽，公园1号去后好吗？乖乖哦。我来抱你了。来，丁玲。啊。丁宁，你的身体会酸痛是因为感冒的关系啊。你只要好好的吃药，好好的休息，很快就会好喽。那要休息多久？1、2天吧，看你的抵抗力啊。那要吃多少药？医生开给你多少药，你就要吃多少药啊。那很多哎，帮我吃。那是你的药，你要自己吃哦。很不公平，为什么就要在这里打针吃药？哥哥就可以去玩。你也可以去玩啊。只要好好吃药，好好休息，身体好了就可以去玩啦。日川叔叔，你们他们为什么也没跟奥斯卡哥哥去玩？因为我要工作啊，我要帮病人看病。所以你是留下来陪我的吗？算是吧。我为了像你这样子生病的人留下来的啊。那你没去玩是对的。啊？那你没去玩是对的。来，冰冰，小心哦。抓到了，这只很大只哎！我看。哎，又是这种又丑又臭的肥脚星虫，这我也抓过啊。对嘛？算了啦，我也看这里没有锹形虫了，还是回去吃饭好了。对啊，我也肚子饿了。哎，不行啊，现在不能回去。为什么？头边阿爸让你讲的事情，你记得吗？我是说，我刚在那里有看到一只乌鸦凤蝶啦。真的假的？你为什么刚不说？它飞太快了嘛。兄弟们，拿起你的武器，我们冲！好面熟，会不会看错？算了。哎，先生，大块。喂，也太太啦，我菜被坏天呢。哎呦，不用给落啦，难为你用按面线呐。哇，爱手弟，你迄发路型。哎，也迄个前女友公司那边宣传照啊。啊？迄真劲的啦，叫正你啦。哎，你有我油压嘅吧？
无现实的人，咩伫遐个啊？唔真无现实，听老人讲，伊亚个包啊大炸猪油变好，韩国迄知名卖出，我说全世界马赛油记都好个包，总公司手底，下面有买一炸送本为你啊。好，我看办哎，等下啦，我看一下咩，一记都好啊。我记得送本为你的迄052。维尼的包你会伫哪数红啊？伢事情有较复杂啦。找到我谁就第一名。黑奥斯卡伊斯呢？你不要靠近我啦！你听到什么了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胆小怕事，真的很讨人厌啊！都是你，要不是你那时候爱玩不玩的，事情也不会弄得这么麻烦。不过把你弄得不讲话也是刚刚好啦，这样你就会很乖，乖到没办法破坏我的计划。那你就继续乖乖闭嘴吧。翕相了，翕相啊！对小凯1年生开始，连5年就会挨住攀。我以为今年是第一次，所以才会选一个这么普通然后这么近的地方。阿素，敢唔猜应该了，维尼。才家做黑 timing 哎。小凯，拿出来，来看。妈妈，拿出来。你有那么天亮啊？连浪也没有喝呀？阿妹，拜托你原谅阿爸啦，阿爸用我做唔错嘛该事情。不要过来啦！终于行过了条路，像黑背过了个梦，讲过计划做得记得梦，两条路的尽头有马萨的。